今日講布料，買背囊成日聽到啲人講1000D、50D、20D，其實 D 即係 denier 係一個單位嚟嘅。D 數越大，紗線就越粗，布料係越厚、越重、越耐磨。D 數越細就代表布料越輕越薄。背囊最常見嘅4種布料 Cordura 高強度尼龍，耐磨，軍用戶外裝備最常用，手感比較軟，但係佢嘅抗撕裂能力都非常之強。X-Pack 一睇佢啲交叉紋就最容易認得出啦，佢係一種多層複合布料，通常由面布、防水膜造成嘅。佢嘅優勢係輕、超防水、結構好穩定，而且非常挺身，最適合就攞嚟做啲 weatherproof 嘅背囊。Dyneema 超輕、超強韌、超貴，拉力勁過鋼嘅15倍。仲有 Ripstop Nylon 抗撕裂尼龍，個面你會見到好多一格格，其實佢係特別編織嘅加強線，攞嚟防止嗰個撕裂擴大嘅。市面上太多唔同嘅講法，一啲又話 weatherproof， 一啲又 waterproof、water repellent。其實睇一個背囊究竟防唔防水，主要要睇呢3樣嘢：布料、拉鏈同埋車縫線有冇黏膠。有齊晒呢3個 feature，就代表佢係一個 weatherproof 嘅背囊。睇完我條片，下次嚟到就唔好再問長毛究竟個袋可唔可以潛水啦。如果唔係佢發嬲，我 Google 又落1粒星㗎啦。